2025年世界博览会伫咧日本大阪举办。虽然咱台湾是无法度用国家的名义参加，不过民间团体是发起台湾家己管的计划，要用创意甲行动，互世界看到咱台湾。不过因为这资金是真有限，暂时是敢若会当伫咧日本的内湖内海起一间台湾馆。另外，伊嘛有做一粒台湾代表台湾的月球，要甲日本行透透，为台湾来发声。2025年，日本大阪举办世界博览会，台湾也有参加。不过，因为台湾毋是国际展览局的会员，加上中国长期的施压，台湾敢若会当以企业的名义去参加。有一另爱台湾的团体组成台湾家己馆，用募款的方式，家己起一个台湾馆。政府有投资20亿，伫迄个大阪世博迄个场地内底有一个馆，不过迄个馆袂当合作咱的名，所以咱讲咱来补充政府有困难的所在。民团伫台湾成功募到200万，伫日本内湖内海成功起一个台湾家己馆。台湾馆的设计师也分享，起这个台湾馆的插头是日本的山马和台湾的山马组成的。起的过程也有真侪日本的民众和台湾的民众来斗相共，互因真感动。我们在过程中呢，没有机器，有的是大家呢一起动手来做。我们的这个主结构的木材呢是日本的杉木，那用日本的杉木来配台湾的杉木。因为经费有限，团队无法度伫日本的每一个所在拢设一个台湾家己馆。团队受到一个创意，因设计一个月球，月球顶面画一个台湾，因炸这个月球四过行透透，甚至伫咧世界博览会现场甲月球拍开。团队讲会用月球来做展示，是想要向世界表达台湾人若无法度伫咧地球出声，就飞出去月球讲互世界听。这个行动也引起关注，伫咧日本、美洲拢有民众响应这个活动。记者陈亚轩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